你喺人生做決定嘅時候，係中意諗到頭痕慢慢分析，定係會跟住自己嘅直覺去做？其實好多人諗咗好耐，最後都發現，如果跟住直覺去做，可能結果反而啱晒。就好似 ChatGPT 嘅老闆 Sam Altman 喺一次訪問入面講過，每當佢覺得人生冇動力或者唔知點做嘅時候，其實直覺會提醒佢呢件事做落去係錯嘅，而佢試過做落去之後，結果直覺嘅判斷係啱嘅。好多時候，決勝關鍵就係相信自己嘅直覺。Steve Jobs 都講過一句名言：Intuition is more powerful than intellect。直覺比理性分析更有力量。佢唔係講直覺係神秘嘅第六感，而係講直覺其實係一種可以科學理解嘅能力，可以幫你快速分析資訊，改善決策同行動。換句話講，你嘅直覺其實係一個隱形武器，只要用得啱，可以成為你有力嘅工具。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嘅呢本書就係《直覺鍛鍊》，作者係澳洲認知神經科學教授 Joel Pearson。佢喺腦科學同認知心理學方面研究多年，專注研究直覺同無意識資訊點樣影響我哋嘅決策。呢本書唔單止係理論書，佢更係一本實用嘅腦力訓練手冊，教你點樣辨識、信賴同運用直覺。好多時候人講直覺，都以為係憑感覺、靠運氣或者第六感，其實唔係咁。直覺係大腦喺無意識底下 processing我哋見過、經歷過嘅 subtle cues， 好似人嘅表情、語氣、環境變化，然後用一個快軌道 fast track 去作出決定。呢啲決策唔係 random， 而係基於你大腦已經整合嘅經驗同 pattern recognition。作者話，直覺其實有3個核心元素：第一，直覺係可以學習嘅 learned；第二，直覺係有效嘅決策反應 productive；第三，直覺係基於無意識信息整合 unconscious information。所以直覺唔係神秘，係一種大腦嘅運算能力，係可以練習、可以提升嘅技能。書入面有好多生活化嘅例子，譬如一個登山者喺危險嘅山路上，憑直覺決定退返轉頭，避過一場山崩，又或者識別詐騙。好多人唔係靠 analytical thinking， 而係靠直覺，感覺件事唔啱。例如電話詐騙或者網上陷阱，透過電話個邊溫柔嘅語氣，有時你嘅直覺會話你知佢係呃緊你。網絡上嗰啲非常顯眼吸睛嘅海報，往往下面會有一條 link， 但直覺一警覺，你一 click 可能就會惹上大麻煩。甚至日常生活、約會、工作選擇都可以透過直覺幫你做得快而準。好啦，我哋已經認識到直覺嘅好處。咁點樣鍛鍊直覺呢？其實作者亦都有教大家方法。佢指出要開始留意自己身體嘅信號，好似心跳加速、微微緊張或者唔舒服，呢啲都係大腦提醒你要小心嘅 cue。然後做決定之前，先檢查自己嘅情緒。如果你好 stress 或者 overwork， 直覺可能唔 reliable。再者，要慢慢建立自己嘅經驗庫，唔論係 design、marketing、coding 或 negotiation， 多啲練習可以令直覺更準。最後做完決定之後，可以反思一下點解我覺得啱，咁樣慢慢你就可以分辨 gut feeling 同 impulsive reaction。作者亦指出，理性同直覺唔係敵人，而係互補。理性適合處理流程性、複雜計算嘅決策，而直覺就適合快節奏、信息有限嘅情況，可以幫你快速提供 options。生活中最理想嘅係將兩者結合，做出最優選嘅決策。總結返，直覺鍛鍊唔單止係一本理論書，更加係一本腦力訓練手冊 （Brain Training Handbook）， 教你辨識、信賴同運用直覺，將直覺同 analytical thinking 結合，做出更明智嘅決定。作者希望大家明白，直覺唔係靠運氣，而係一種可以練習、可以掌握嘅能力。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如果你覺得內容有用，記得 follow 個 channel， 撳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！